大家好，又係我 Athena 啊！我哋今日嘅星座對碰係金牛座對雙魚座。土象嘅金牛習慣先將事情定好方向，然後再按部就班咁推進。水象嘅雙魚就經常依循住當下嘅感受同境況去轉向同調整。一個要固定方針，一個會因應狀況隨時改道。當呢兩種行為模式拼湊埋一齊，故事究竟會如何發展呢？當一方透過用穩定投入去建立安全感，而另一方就用高度情感依附去深化關係，呢段感情究竟會向住邊種互動模式發展呢？匹配度86分。金牛喺確立關係之後，好快就會固定相處嘅模式，例如約定每星期固定見面，主動安排未來行程，而且會穩定咁去履行承諾。雙魚一旦投入感情，往往會希望做到好頻繁嘅連結同埋陪伴，會主動傳信息關心，亦都傾向將情緒重心放喺對方身上。當雙魚發現金牛嘅行為係可以預期得到，回應又穩定，唔會忽冷忽熱嗰陣，就會令情緒依附度高嘅佢覺得特別安心。金牛雖然唔擅長浪漫心思，但係就會好實際咁調整自己嘅生活結構去配合雙魚，例如會主動將對方納入長期計劃同埋日常安排入面，甚至會為咗配合伴侶嘅需要而重新去安排工作同埋生活節奏添。佢哋嘅關係未必係建基於情緒刺激之上，但反而可以形成一種高度黏合，而且係長期穩定投入嘅關係結構。金牛期待可以長期穩定咁保持住聯繫，而雙魚就比較依住自己嘅情緒狀態去回應友誼。咁呢段友情可唔可以順利發展呢？投契度64分。金牛喺朋友關係入面比較重視穩定陪伴同埋固定嘅互動，例如固定嘅聚會同埋長期保持住聯絡感。雙魚就比較依照住自己嘅情緒需求去回應友誼，有時就熱情到爆，但有時又會突然消失咗。當金牛持續咁維持住彼此嘅互動，但雙魚就成日表現得若即若離，咁呢段友情就好容易出現互動嘅斷層。金牛會覺得呢段關係缺乏可靠性，雙魚就會覺得朋友應該理解佢嘅情緒狀態，咁就導致雙方對友情嘅期待慢慢對唔到位啦。一個習慣跟住完整流程穩定咁推進，一個就視乎情況一路做一路調整。喺職場入面，佢哋可以點樣合作呢？合作度38分。同一個專案入面，金牛通常會先整理好一套清楚嘅流程規劃，再按住個既定步驟，將工作逐樣完成，確保每一個部分都有穩定成果後，先至繼續落下一步。雙魚就傾向喺執行過程入面，不斷咁觀察同調整，隨時都會為正在進行緊嘅內容作出修改，甚至會翻去已經完成咗嘅部分，重新優化添。一個好重視流程，要線性咁推進，唔想成日改嚟改去；一個就習慣喺過程入面不停修正同轉向。結果合作嘅過程充斥住拉扯同埋爭論，令到個專案好難順利進行，最後出嚟嘅品質都好容易受到影響。金牛擅長長時間專注喺同一條路線，雙魚就習慣隨住靈感去轉變方向。咁樣嘅競爭會帶嚟乜嘢嘅結果呢？競爭百分比61:39，金牛勝。金牛喺競爭入面會鎖定明確嘅目標，一旦確立咗條路線，就會全程投入，唔會輕易被外在嘅變化干擾得到。佢哋擅長將資源長時間集中喺同一個方向推進，透過穩定累積，逐步建立優勢。雙魚就經常因為一個新嘅諗法，又或者突如其來嘅靈感，就會立即轉向，希望藉住唔同嘅嘗試，揾出突破局面嘅機會。但係頻繁嘅轉換方向，令到佢哋嘅重心不斷分散，好難喺同一條路線上面持續累積到優勢。即使雙魚一直期待住可以出現一次關鍵反擊嘅機會，但實際嘅成功機率其實唔高。喺大多數嘅情況下，金牛會喺穩步推進入面奪得主導權，而且仲會逐步拉開雙方嘅差距添。金牛對雙魚嘅總結：金牛同雙魚嘅互動關鍵，在於一個需要穩定嘅結構嚟累積成果，另一個就依從住靈感同情緒，不停咁轉向行動。當關係進入親密層面嘅時候，穩定同埋可以預期嘅投入，為雙魚帶嚟強烈嘅安全感，令佢哋嘅情感連結可以迅速加深。但一返到非感情嘅世界，金牛嘅呢套穩定模式就開始同雙魚嗰種流動式行為產生摩擦。
喺友情互動入面，固定維繫同埋情緒式回應嘅節奏會逐漸錯配。去到工作合作方面，線性流程同隨時修正亦都無法同步推進。而喺競爭環境入面，長線聚焦嗰種累積優勢，會慢慢壓過經常靠住靈感去轉向同嘗試。所以勝負會隨住時間越嚟越明朗。呢個唔係話邊個方法一定更好，而係兩種行動邏輯本質上就唔同。長遠嚟講，佢哋喺感情上好容易走近，但喺現實運作入面就好難可以保持步伐一致啦。今日就講到嚟呢度啦，唔知你下一次想睇邊兩個星座嘅對對碰呢？歡迎留言話俾我知。仲有，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將呢條影片分享俾你嘅朋友。多謝觀賞，再見。